喺圖中，區域 ABCD 係由曲線 y 等於 fx、x 軸、圓垂線 x 等於 a 同埋圓垂線 x 等於 b 所圍成。我哋考慮當區域 ABCD 繞 x 軸旋轉360度所得嘅旋轉體。我哋想要求出呢個旋轉體嘅體積。喺呢度將閉區間 AB 分割成幾個相等嘅子區間，每個子區間嘅闊度係 n 分之 b 減 2a， 然後製作出一條棒條，取呢個子區間入面嘅任意一點，得到對應嘅高度。繞 x 軸旋轉呢條棒條，可以得出一個圓盤。棒條嘅高度成為呢個圓盤嘅半徑，而呢個子區間嘅闊度就成為圓盤嘅高度。利用呢條公式計算出呢個圓盤嘅體積。喺呢度，我哋考慮所有子區間上嘅圓盤嘅體積總和。當 n 增加嘅時候，delta x 會趨近0，而且所有圓盤嘅體積總和會越嚟越接近原來嘅旋轉體嘅體積。因此，呢條就係原來嘅旋轉體體積嘅公式，而我哋以呢個定積分去表示。